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中除了武夫之外，还有三教中人，其中佛教的修士达到一品后就是金刚境，佛教修士主修肉身，一手金刚不败让众多强者头疼。那么在原著当中，佛教都出现了哪些强者呢？第一位李当心，首先就是白衣僧人李当心了。作为王先知认可的金刚境最强之人，李当心领悟了金刚境的精髓，是货真价实的佛门大金刚。对于金刚境的感悟，就和邓太阿对于指玄的感悟，还有曹长钦对于天象境的感悟一样，都是当世的第一。修成了佛门大金刚的他，防御力极其惊人，一身金刚不败，曹长钦和他战斗时都破不开他的防御。顾建堂也曾来领教过他的大金刚，也是无功而返。在这个世间，能够有机会破开他的防御的，只有后期手持太阿剑的邓太阿。李当心虽然是和尚，但是行事洒脱，毫无拘束。当年曾为了黎阳王朝去到西域求取佛法，求佛归来后，受到了皇帝和百姓的热烈迎接。自从那天后，任务完成的李当心心中有了大自在，本来有机会成为未来的佛头，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娶了媳妇儿成了家，放弃了这个机会，这在和尚当中几乎是不可理喻的。可李当心还是随着自己的心去做了。平常的时候他也是个酒肉和尚，生了女儿之后收了个叫做吴南北的徒弟，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做李东西。可以说李当心是书中难得的逍遥之人，除了自己的妻子女儿还有那憨笨的小徒弟之外，李当心就没有多少牵挂的事情了。唯一一次金刚怒目，还是为了自己的师傅龙树僧人。当时北莽灭佛，龙树僧人去往北莽的道德宗，一人独对5大道门真人。李当心赶过去后，携黄河之水淹了道德宗，拽下了山头后，直接压死了麒麟真人，带回了圆寂之后的师傅。以此可见李当心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悍。如果不是无心江湖的话，后世的李当心也可以去竞争那4大宗师的名头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原著中，佛教4大强者，第2位龙树僧人。龙树僧人是春秋13甲中的世甲，一身的修为已达到极致。少年的时候目不识丁，以砍柴为生，一心只读了一本《金刚经》，以《金刚经》为基础感悟万法，成就佛门大金刚。一心的血液都转化为金色了，供参造化，已经到了佛门的佛陀境界了。作为两禅寺的主持，为了佛法长存，龙树僧人在北莽灭佛的时候，独自一人前往北莽，前往道德宗的过程中遇到了徐凤年。在徐凤年为了牧民们对抗野牛群力竭的时候出手，一声狮子吼，直接喝退发狂的野牛群，救下了徐凤年，给了徐凤年一碗自己的金刚血液，帮助徐凤年进入大金刚境。和徐凤年分开后，前往道德宗，在道德宗的山门前，一人独对道德宗5位真人，一身金刚不坏，让几大真人没有任何的办法，围攻了10余天都没能打破他们的金刚不败身。而龙树僧人一直保持着念经的姿势，没有还手。可惜人力终有穷尽时，在李当心赶到之后，已经是垂垂将死，最终还是圆寂在了李当心的身前。圆寂之时，北莽道德宗山门前佛光普照，那一日后，数千道教信徒转而信佛。论佛道，龙树僧人是可入佛陀，但又不愿入佛陀的人，13甲世甲当之无愧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中除了武夫之外，还有3教中人，其中佛教的修士达到1品后就是金刚境。佛教修士主修肉身，一手金刚不败，让众多强者头疼。那么在原著当中，佛教都出现了哪些强者呢？第3位杨太岁。后病杨太岁年轻的时候曾和徐骁还有黎阳老皇帝是挚友，他和徐骁一起辅佐了老皇帝统一中原，徐骁成为了北凉王，他则是成为了黎阳王朝的2朝帝师。作为佛教中人，杨太岁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摸他的头，曾经齐玄真摸了一下，气得他把莲花顶震他一大半。当年实力极强，在京城白衣案的时候把徐骁给支走，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对徐骁心有愧疚，自此境界开始跌落。等到徐凤年时期，他的境界已经跌落的差不多了，最终在西域截杀赵凯的那一战中，死在了徐凤年的手里。第4位鸡汤和尚。鸡汤和尚是李当心的师伯，当年李当心孤身前往西域求取真经的时候，鸡汤和尚不放心，于是便跟着李当心的脚步一起去了。去到西域之后，鸡汤和尚没能接回李当心，反而自己留在了那里，在西域待了20年的时间。20年的时间里，零零散散收集了不少天地气运。因为别人找到问禅时总喜欢端着一碗鸡汤出来，便被叫做了鸡汤和尚。徐凤年到西域借兵的时候，喝下了他给的鸡汤，接受了他这么多年积攒的气运，与其同时也接下了教化西域的责任。传承交出去后，鸡汤和尚便圆寂了。论实力，鸡汤和尚不会比龙树僧人差多少，同样是一位佛陀级别的人物。